都是那个节目叫慢速送，慢速空门单身人送那些人慢速送呢，你我那他那个没什么逻辑，搞不清楚啊。所以是不是运动到是代表人呢？你没说，这个锻炼呀，鼓励社会呢，就落在拆开下去，他用这个是呀。实际的，印度是那个说，我那站那个，你们就是看是你们个团的，你们就是都是不是呢？没什么搞清楚啊。不然我那啥子呢？在教他们去民谣的，这我这人生活超年的没，我那站那个老中人们那些，长久个生活人们那些呢，推到都慢速送呢，带这个，实在他的，呢。个牛毛外界界的数码加呀，外界数码加完以呢，超到用呀的用的住水，那空中用的用的住水。实际的印度是那个是对军都，那生了也大些些呢，慢速送呀是从不赢呢，我那他那个这外界人上边外界的保卫他呢，这个现地态度是啊，这没用啊，这个用的还是多啊。